Hello，今日咧同大家傾下有關澳洲同英國留學應該點樣揀喎。咁好多人都會心馬心細，就覺得澳洲可能 QS Top 50嘅學校係咪真係唔夠英國嘅 QS Top 100咧？咁澳洲嘅 Master 咧係咪真係衰過內地嘅一啲大專？唔使急，咁我就準備咗3點就幫大家判斷一下啦。咁第一擊就係有關呢個國家嘅口碑同埋呢個學校嘅認可度啦。咁英國整體嚟講咧，其實佢留學嘅口碑咧一定係會比澳洲高一線㗎啦，呢個係肯定㗎啦。咁但係其實澳洲有幾間名校咧喺國內認受性都唔差㗎，例如我哋叫澳洲八大啦。咁基本上你讀得呢8間都 OK 嘅。咁第二啲就係關於佢學制長短啦。咁通常英國嘅 Master 咧都係1年就搞掂嘅。咁但係澳洲可能會係1.5年到2年，有啲都1年嘅，不過就可能要需要一啲工作經驗啦。咁Fresh Grad 咧就比較少嘅。咁第三，咁翻去內地即係翻嚟國內啦，應該揾啲咩工睇啲咩咧？咁其實 XR 基本上都係會睇翻你嘅 QS 排名㗎啦。咁反正都冇乜更加好嘅標準係咪先？所以其實無論邊個國家，只要基本上你 QS 比較 top 嘅話咧，你先會過到佢第一 part。咁點樣揀？我就會睇就係你自己有冇英國或者澳洲嘅情意結啦，學校嘅排名睇下邊間靚仔啲。咁記住留學係投資嘅，我覺得係就唔係一個消費品嚟嘅。咁最緊要就揀啱自己條路啦，我覺得係。咁我都歡迎大家有乜問題可以 DM 我，或者評論區度留言俾大家，等大家可以討論下。咁可以過嚟幫我點個讚同關注我啦。下次見，拜拜。